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冬季气候干燥，不论是开门或者是穿脱衣服，都可能被静电电到。记者特别请教物理老师解析静电来源，同时教大家如何有效降低静电发生，避免突然被静电电到吓一跳。打开车门，手靠到铁柱上，开启家中大门。还有和朋友触碰时，只要冬天一到，就常常受到静电电一下的困扰。有民众苦笑表示，躲都躲不了，就让它电。也知道穿脱毛线衣时也会被电，但该如何避免静电缠身，多数民众都不清楚。冬天吧。冬天啊？就是跟别人接触，尤其是穿毛衣那种的时候。碰什么东西被电到？就可能手碰一下就会被电到，就是那种毛的比较容易电到，其他的就还好。就让它电，今年就没有被静电电到过。就是脱衣服的时候，静电就会那个啪，或是摸门把的时候，就给它电一下。对啊，就给它电一下就结束了。有网友建议避免静电的困扰，可在开门时先触碰地面或是碰触墙壁，将身上静电卸除掉。而这几种方式经过物理老师的认证是可行的，但是墙壁和地板导电性较弱。电荷恐怕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部移除，身上还是会有微弱静电存在，所以可以利用钥匙来取代手去碰触门把，让碰触后的电火花产生在钥匙和门把间。另外，使用保湿用品，例如乳液来涂抹，都可以有效降低静电的产生。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它可能散失的比较慢一点，因为天气比较干燥。那如果说是雨天比较潮湿的话，这个电荷呢可能就会消失的比较快，就摸地啦或摸墙壁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有效啦。其实也是有效。嗯，就是把那个某一个我们碰它的时候会触电的东西，先把它导引到其他地方去。比如说这个上面，假设说它现在累积了很多的电荷，比如说这是一个手把，那我们可能要用一些东西呢，不要。可能不直接去碰它，可能是透过一个东西先把它导引掉。物理老师以金箔验电器实验，从含有聚酯纤维的衣料上验证，衣服经过摩擦后，其中含有的电荷在靠近验电器，金箔感应到电荷靠近就会打开，而打开的幅度也关系到带电载体的含电量。老师进一步表示，人体是绝佳的导电体，加上穿的衣料也多数含有聚酯纤维，冬天天气干燥还有摩擦，就很容易产生静电。但也要破解一下迷思。纯羊毛衣料是有良好的抗静电性，但若是加入聚酯纤维，就还是会出现静电的现象。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高雄建新市场内有家卖面线羹和手工肉圆的小吃店，公道的铜板价加上好口味，让生意非常好，甚至有顾客是每天都到店里用餐。一大锅的面线羹，里头满满的鱼丸还有鱼浆，看起来非常诱人。这家位在建新市场的小吃店，陪伴在地人40个年头，吸引顾客一再回头消费的关键就是小碗的面线羹30元，大碗的35元，如此亲民的售价，加上老板娘没有因为便宜就偷工减料，给料扎实且品质稳定，甚至有顾客天天上门报到。他的面线煮的很入味。我几乎每天跟老板娘都吃得很熟了，因为他们家的东西蛮卫生的，而且口味都很适合我们，所以才会每天来啊。说便宜真的是高雄市最便宜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客人都说你为什么不涨价？我说不是不涨价，因为真的是大家的生活都很不好过，我们能够卖出就是说。大家都是老顾客了啦，然后让他们不要说因为那一些钱让他们都一下子要涨价。米烧狗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他们吃过我们的面线像有的人从那个鼓山呐、鹅寮那边什么都会跑来吃，都说我们的那个米烧狗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就说我们这个比较有那个古早的味道，就面线啊，然后加上一些肉羹啊，还有鱼丸而已啊。如果客人要吃肠子，我们就会帮他加那个肠子在里面，可是这个是要加钱的。
除了面线羹之外，手工的肉圆也很受欢迎。老板娘秉持着做给自己吃的精神，用心做每一颗肉圆给顾客，并且当天现包现蒸，用料及制作过程完全不马虎，搭配自己手做的酱汁，再来碗清汤，是在地人的早餐好选择。我吃20几档啊，饺豆鱼个最好吃，回足气的啊，那个气好吃，啊个袂贵啊，这中昼档霸王吧。Q 它的皮还蛮 Q 的啦，那肉馅的话，也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我们都不敢吃的客人怎么敢吃？我们尽量都用好的东西去做我们的原始材料啊。我们的肉丸它最主要是冷的时候也 Q， 然后凉的时候也 Q。我们的肉丸跟人家不一样，就是我们的那个肉丸的皮是客人一再赞口的东西呀。即便店内只有几样简单的小吃，不过店家以公道的铜板价及足够的分量，在市场飘香41年。加上老板娘对于品质的坚持，让许多顾客一试成主顾。记者周福清、陈英君高雄报道。高雄左营有家市场内的牛肉汤，老板娘凌晨2点就开始熬汤头，每碗100元，而且给料超大方，希望顾客能吃得开心。特别是在冬天，还不到用餐的时间，摊位就挤满人，甚至有顾客特别从嘉义南下品尝。一大锅的热汤在台面上滚啊滚，这锅汤可以说是店家精华中的精华。老板娘从凌晨2点半开始，就会用牛大骨熬热汤，秉持着天然最好吃，用心煮出一碗碗的牛杂汤让顾客享用。每碗100元的牛杂汤，老板娘给料完全不手软，放入各样的内脏，满满一碗吃起来非常过瘾，而且还开放顾客免费加汤。板娘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开心。2点半的过来炖汤。5点半才有得吃，特色就是说冬季新鲜就特色，重点的冬季新鲜就特色，就是说牛的那个肚子里面呢，这有的没有都有，牛的大骨去炖汤，牛的骨头最重要的牛骨头去炖汤，我们都是本土牛，那个牛肉都是温体牛肉，我们是加杠的本土牛。上午10点半还不是用餐时间，市场的摊位就挤满了客人，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来一碗料多实在的牛杂汤，或者半筋半肉的牛肉汤，都让人觉得相当暖心。许多顾客甚至愿意为了这碗超值的牛肉汤远道而来。肉很嫩啊，汤头很鲜甜，吃起来就很爽啊。我们从嘉义来的，常常来这边玩啊，一定要来这边吃牛肉汤嘿。这物件就是这口味袂歹，所以俗个俗啦，重点俗个迄比外口的迄这料好较济啊，就是好这唔较定来。你现在物价这样算最便宜了，那你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东西好吃才是重要。不错啊。蛮到位的，而且我已经吃了牛肉又新鲜，我差不多每一个礼拜都来吃一次。他们的那个服务招待都不错，货真价实的，蛮划得来，而且又便宜，在这边蛮方便的。大家高高兴兴过来吃个，这值得，这个便宜值得，就是说我们这个租金便宜，我就是卖给人家便宜。让客人高高兴兴过来吃值得。在市场里卖牛肉汤超过20个年头，即便物价不停上涨，老板娘还是尽可能不涨价，让顾客可以快快乐乐的来到市场品尝这碗高 CP 值的牛杂汤。记者潘志光、陈怡君高雄报道。农历春节脚步近了，许多民众已提早准备年货。每年的年菜少不了的海鲜，像是白鲳、大明虾、套 Q 都已经开始涨价，价格平均比去年高出1成左右。对此，渔会也准备了年节礼盒来冻涨，还有特价的商品，像是白虾、黄鱼、鲍鱼等渔获都降价1成以上。农历春节脚步近了，象征年年有余的白鲳，还有龙虎斑等各种海鲜，都是家庭主妇必买选项。不过，不少民众发现，今年的海鲜似乎涨价了。贵很多？怎么说？什么东西贵很多？什么都贵啊，便宜了嘛。
进口白鲳一尾约700克，去年900元，今年已经破1000，涨幅大约1成。大明虾今年产量减少，价格跟着涨2成，从每公斤1000元涨到1200元。每年过年那些鱼类哦，大概它都会随着季节性供需的问题调涨，大概年头都会调涨一些啦。那今年大明虾真的是碰到它的产量不好，所以它涨的可能会比较高一点，量它不是很多啦。天气的不好，渔民呢渔获量真的很少，达不到去年的水平。而今年日本干贝去年滞销价跌，今年也回到以往价格，不过越接近过年，价格恐怕会继续上涨。日本今年的产量 OK， 然后大陆那边应该有销了，所以它的价格就回升到以往的水平的价格了。但是它这个月说还要再涨20块，涨30块。因应过年，基隆区会推出3款海鲜礼盒，搭配不同组合，让民众整组买回家，还可以省下一些荷包。3600、2600、1600。基隆区会门市过年前假日都没休息，工作人员一天要补货3到4次，就是要应付人潮。像我们同仁都要留下来打那个宅配单，比平常多了几成。虾仁鲍鱼、小卷，还有这个虱目鱼，还有过年现在最夯的就是白鲳啦、黄鱼、龙虎斑今年销得很好。今年海鲜都有微幅上涨，就怕民众买不下手。基隆区会推出了年节特卖商品，有鲍鱼、白虾、乌鱼子、黄鱼、虾仁和透抽等，都降价1成左右。希望平抑物价，帮民众能省多少算多少。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台湾是手摇王国，喝饮料几乎是大家每天的习惯。桃园大溪有业者打造全新概念手摇饮，不仅用豆渣跟胶原蛋白做珍珠，还加入了断油、断淀粉、低升糖的有机配方，要让消费者喝饮料轻松无负担，而且越喝越美丽。杯子里加入珍珠、豆奶跟茶，一杯台湾人最爱的手摇饮就这样完成了。但这里的饮料跟别人不一样，主打健康跟天然。珍珠是每天纯手工用豆渣跟胶原蛋白制作而成，比起一般的黑糖珍珠更健康，还带有淡淡豆香，口感上更 Q 更糯，让消费者直呼很好吃，完全可以取代市面上的普通珍珠。那大概你平常会喝饮料吗？哇，一个礼拜喝大概7杯饮料，这样我喝的最好喝的就是这一杯，这个完全就改变掉它的 Q 度了，它口感也不一样，但是这个应该会比原来的珍珠，对不对？那个黑糖的比较健康吧。我觉得这个珍珠啊，咀嚼起来比外面的珍珠还要来的 Q， 还要来的软。就是有些珍珠物，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喝珍珠相关饮料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觉得说珍珠咀嚼起来太硬啊，我很不喜欢这样子。这个珍珠咬起来很软，我非常喜欢。胶原蛋白珍珠是大溪在地豆干业者跟市府合作研发豆渣利用的成果之一。业者表示，大溪制作豆腐相关产物每天的豆渣至少有200吨，豆渣本身也富含营养价值与膳食纤维。台湾是手摇王国，将豆渣变成珍珠，让饮料不仅天然健康，也为饮料配料带来新革命。在全球在因应所谓的 ESG， 然后循环再生的同时，我们的大房豆干也跟桃园市政府还有工业合作，把豆渣，我们一天大概有200吨的豆渣要去处理，可是豆渣是我们业者一个处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把豆渣变成另外一种使用方式，所以我们把它变成10级的豆渣，然后呢，透过我们现时间大家非常喜欢喝的这个珍珠奶茶，把它变成所谓的豆粕珍珠。第一个，它有更多的营养元素，外面我们也裹了胶原蛋白，让喜欢喝这个珍珠奶茶的朋友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木生物馆喝一下我们的不一样的豆粕珍珠。此外，业者的饮料品项也格外不同，添加白肾豆、非洲芒果籽、益生菌与生态胶原蛋白等萃取物，更采用低升糖的阿拉伯糖，让消费者喝不胖也能喝健康，打造全新概念手摇饮。
为了搭配这个健康的豆粕珍珠嘞，我们的奶茶也是断糖的，所以让消费者喜欢喝珍珠奶的消费者有另外一种健康的选择。它的味道其实跟那个什么一般的手摇饮很像，而且又比它更好喝，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要取代掉它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业者严选台湾好茶，搭配阿拉伯糖，以及专业营养师与生技团队研发调制的机能配方成分，还有每天现做的胶原蛋白豆渣珍珠。奶茶也用无糖豆浆取代鲜奶，让饮料富含蛋白质与营养，也让消费者喝饮料轻松无负担，越喝越美丽。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酸菜鱼是源自重庆的一道经典料理，椒麻香鲜的滋味令人难忘。如今全台酸菜鱼专卖餐厅也一间间的开，有业者为了迎合台湾人口味，就自创品牌，除了严选在地的食材来融入料理，还贴心独创梅子鱼，让不敢吃辣的大小朋友也可以尝鲜。用餐时间一到，吸引满满客人的餐厅卖的就是这一道酸菜鱼。源自四川重庆这道经典菜色，店家除了坚持选用高品质、Q 弹细嫩的乌里鱼，为了迎合台湾人口味，虽然豪迈撒下花椒油，但酸麻和油腻不再爆表，喝起来开胃暖心。加上严选台湾在地食材来融入料理，颇受欢迎。它端上来的时候味道蛮香的，很香，对。然后它的配料其实是蛮多的。然后那个鱼皮，它的香酥鱼皮，沾在那个汤酱里面吸收那个汤汁，味道其实是很好的。那个鱼的那个香酥的感觉、口感，然后再沾上那个有加上那个汤汁，对啊，我觉得很好。不辣的，我刚刚有吃一口，会有点麻，对，但是还可以接受了，可以配个饮料喝。我们的话，我们是有融入嘉义的小农的酸菜心。然后跟花莲的那个腌萝卜酱汁。吃美食也要长知识，因为台湾被形容为海上昆岛，如同传说中大鱼，所以店家引以为傲，以台湾精神自创品牌。这3年的改良，把它改良成比较不会那么油，那口味不会那么重，那比较符合台湾的调性。那为什么我们叫昆昆？因为台湾的古名以前叫昆岛，它像海上的一只大鱼。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成昆昆，就是我们想要做成一个台湾味的酸菜鱼。那在我们的风格啊，像我们会运用很多台湾的老瓮啦、藤编啊、竹编啊，或者是铁花窗啊，来做一些我们装潢风格，想要把台湾元素融入到这个产品、这个名字里面这样子。为了抓住每一位客人，如果不想重口味或不敢吃麻辣的大小朋友，业者也以麻油为基底，独创梅子鱼。酸菜鱼2-3人份，中等价位就霸气十足，搭配其他料理和解腻的饮品，十分物超所值。带您来尝鲜。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走进巷子，在基隆仁爱区3坑车站前面有家寿司店，虽然店面不大，但却是广受好评，有人情味的温暖寿司。甚至还有不少外地游客透过地图的指引远道来访，一块来听听这个小社区的小店故事。这叫综合寿司，综合寿司这样子。所以综合寿司的意思就是说，是两种都吃得到。我一天要做偌济？一天哦，嘿，过了10条嘛。我过了10条哦。所以说这个偏僻的地方，你做这个怎么可以？对啊。但是我很有信心的。仁爱市场那边30几年，20-30年。仁爱市场那边30几年。人家订的外汇的，或是餐厅的。早上才9点多，就有老顾客一直上门来跟老板买寿司。这些顾客都有30多年的情谊，因为爱吃他们家的寿司。不论店搬到哪里，顾客就跟到哪里。有加过吗？老顾客。介意吃这个烤味？当然啦，没有的话怎么会一直来呢？寿司觉得怎么样？
袂歹啊，这真好啊，我定来这对吧？对老顾客从市场来这边买，我们开到哪里，他就来跟到哪里，这样子。所以里面真的是良心，所以很感动啊，对，真的所以你很感谢他们这么照顾啊，也不会儿子没有他们的照顾哦，也不会有我们。画面上是老板跟老板娘，但是这店面却是小老板找到的。老板的儿子原本在台北工作，每天花3个多小时通勤，身心疲累，再加上看到爸爸每天要爬住家3层楼搬食材，所以毅然决然回基隆创业，在住家附近的巷弄开了这家寿司小店。店面虽然不大，但却更加凝聚家人间的情感。对啊，因为台北工作时间很长，对，所以呢也叫他回来继承我的这个工作很难得啦，就是说要有人传承下去。这条小路上真的是很不起眼，我这边住了快30年，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里有一家店，因为很多年这个铁门关着，就是很旧很脏了。然后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回来基隆开店，然后已经找好了，然后晚上他带我下来看，我说那整条路黑漆漆的，有什么店可以做什么？结果铁门一打开，他把这些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我真的是很惊讶，说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回来基隆开一间店，离家很近。自己做一间小店，然后可以陪爸爸妈妈。以前家里的寿司料啊，都在3楼，我们从家里做出去，外面的摊子做。然后爸爸年纪也大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边1楼做一个，可能做仓库，或是做个厨房这样，然后卖一点寿司，然后做一点我们自己研发的料理这样，然后让爸爸妈妈也不要那么辛苦，因为爸爸现在脚也不好，对啊，就不用寿司的料还要搬回家，把这个工作传承下去。他觉得他做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很乖啊，他很乖，很认真，对，他学习能力很好，对。有啊，他这样真的是离家很近，真的对啊，省掉很多时间。真的之前在台北这样工作了3年多，真的浪费生命，每天浪费3个多小时哦，通车，对啊，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他们下班已经10点多下班，然后回来有时候真的每天就是上班睡觉，眼睛一睁开来就是要赶火车，对，真的很辛苦。然后自己这样开业，真的又可以跟家人真的很亲近，对啊，以前常常很少看到他，回来就是睡觉，然后早上起来我们去上班也没有看到他。做美食是良心事业，老板也很为顾客着想，像是素食寿司的规划，就是方便顾客的特殊需求。小老板也很有爱心，针对一些银发族，还会帮长辈送到家里面去。一开始想法是在外面吃素食的人很多，但是通常普遍的单价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平价，然后吃素的人也可以享用到的餐点。所以我们的 logo 有素食友善餐厅，对啊，我们素食餐点也买很多人点。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长者会偏多，所以他会习惯说，打电话跟我们订，我们帮他送到家里。他们2个长者就是夫妻都行动都不便，然后有时候可能他们住在里面一点，我还会载他们回去。对啊，因为他们这样走路走回去就要很久。我想说，如果他们在这边要回去，我就会顺路送他们上去，然后中午的话帮他们送午餐，因为他们小孩可能都去台北工作，或是久才回来一次，所以变成有点一半是社区关怀这样，对啊。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工作，彼此照顾。青年回乡工作，让爸爸不用太累，爸爸多年的好手艺也能够传承下来。在地工作，温暖又幸福。几位特定的哦，他们熟客常常早上来就是，老板锅烧面，甚至他进来不用讲，我们就知道他就是要锅烧面、生鱼片，对啊。就是你喜欢吃锅烧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鲑鱼炒饭。大概1-2个礼拜吧，有时候1个月会来一次啦，都不一定，有空就会来。
然后他现在回来这边的话，我们每天我也可以来这边，就像我们的自己的家一样，真的很开心，对啊。然后又带动很多，像这边也很多那个国外的观光客，你真的想不到，很多有的对啊，有那种背包客，然后也有人对他们就 Google 自己过来。之前有香港啊、泰国啊、新加坡的啊，还有很多登山客。这家寿司店也获得基隆市政府举办寿司比赛的奖项，备受专业肯定。欢迎民众有空来品尝传承了30多年技艺的美味寿司。除了看到在地青年回乡的努力，还有一家人共同打拼的温馨画面，这就是在地幸福生活的最好写照。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位在台南七股的台盐盐山，每年新春前都会推出大型装置艺术。今年推出6米高的雪人，圆滚滚的身躯，戴斗笠，吃吉亚冰，俏皮的模样，希望带给游客超疗愈的幸福感。台盐七股盐山年度大型装置艺术疗愈雪人 Q 萌登场。虽然发布当天台南下着细雨，但仍然吸引许多游客到场观赏。现场包括台盐公司董事长丁彦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副处长庄明豪，以及市府观光旅游局与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都到场出席，共同宣布七股盐山雪盐祭雪人装置正式亮相。今天是我们台盐公司七股盐场的年度重头戏。每一年我们都会在新春之前设置一个装置艺术。那今年的装置艺术，我们是以6公尺高的一个疗愈雪人当主题。那我们希望说呈现的是对环境永续的一个关怀。我们只要游客走上半山腰，你会看到我们的疗愈雪人的一个设计，它底下是有融雪的感觉，让我们的盐跟雪景很自然的把它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希望说游客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可以去珍惜这片土地，那对环境永续的议题会更加的关心。那我们也结合现在的一个 AR 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在活动当中呢，我们可以让游客打卡，然后拍张属于自己喜欢的一个照片。他知道我们七股其实是一个以观光为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辖区除了说我们有好吃的海鲜，最鲜的一个海产之外，我们的夕阳景点都非常的优美但是呢，我们台盐更担任一个很重要角色，一个领头羊的角色，每年都带动了很多人潮过来，不断的来精进我们的一些区域的观光发展能量所以说，我们台盐非常感谢董事长上任之后，再次的送给我们一支等于是说最疗愈的一个雪人过来，是不是给董事长掌声鼓励一下？台盐，我们代表我们云嘉南，特别我们七股的在地的乡亲来感谢我们台盐高6公尺雪人圆滚滚身躯，戴斗笠吃冰棒模样相当可爱，站在盐山上面呈现反差萌，希望带给游客超疗愈幸福感。另外还有雪人不倒翁大军摇摇晃晃，提供民众拍照打卡，以及小朋友喜爱小盐场堆雪人等，欢迎民众一起来七股盐山过冬，享受浪漫雪景。记者林银根台南报道。桃园市府文化局今年推动在地文化小旅行，带民众走读在地人文历史故事。其中，在中坜旧城区也推动2条体验的路线，获得不错的反响。桃园市长张善政日前就亲自前往踏查，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来发掘中坜城市的魅力。对，然后这里以前呢是住了2户的公务员。然后就包含了我。在导览员引导下，桃园市长张善政走进中平路故事馆，与原住户相见欢，也了解古迹背后的历史故事。桃园市府文化局日前邀请桃园市长张善政来到中坜火车站一带的旧城区，走访近年推动的文化小旅行路线。不仅踏查中坜城市故事馆群，也结合都发局的中坜旧城再生计划，走访商圈街区，展现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更了解中坜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记忆。我们今天有特别邀请市长过来到我们中坜老城区这边，我们选了几个特殊的这个景点，包括我们的文化馆舍、中平路故事馆，以及丽景町，还有我们走中平老街呢，会选几个点，包括有新住民的这个名店还有呢这个
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百年老店还有最有名的这个新增乡饼铺等等透过这个走这些城市故事馆以及老街区的过程当中来更进一步了解我们现在整个老城改造推动的进度。那当然，这整个老城改造计划是由这个都化局来主政来推动我们的很多旧城再生。那我们文化局也配合很多的主要的工作。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过程当中让市长也来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公救计划的这个情况。桃园市府文化局长表示，今年局处积极在各地推动文化小旅行，串联在地特色艺文场馆和店家，带民众走读在地的人文历史故事。其中中坜旧城区在今年推出了2条体验路线，分别以饮食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为主题，串联文化资产馆舍和特色商店，希望吸引更多人前来发掘中坜的城市魅力，获得民众热烈分享，反映出现代游客新兴旅游选择，也让修复后的艺文馆舍能够顺利活化再利用。这2年来努力的推动我们这些老城区的这个城市故事馆群的经营让它成为一个我们中坜市区的这个文化客厅的这个概念那我们呢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都一直有推动这个文化小旅程的这个游程的这个活动像现在我们从11月底到12月底我们总共有推了2条路线总共有18梯次那场场都是爆满可见大家对于认识老城区这样的文化体验游程呢是非常非常的欢迎的。桃园市目前正处在城市发展过渡期，多处重大建设正在施工中，但也同步重视各地文化历史的保存，中坜便是一例。市府表示会采取改造与保存并进的策略，跨局处对中坜旧城区进行规划，期盼打造当地成为男女老少都适合来走访的城市空间，再现当地风华。记者林婷桃园报道。桃园市府发表2025桃园新春春联福袋及红包袋，并延续同主题推出红包袋和金元宝造型的福袋，设计小机关，象征钱财滚滚来，并要祝福桃园市民在新年事事顺利，蛇年行大运。3、2、1，请桃园市长张善政和桃园市议会议长邱奕胜拉下春联，正式公布2025乙巳年桃园新春春联题词。桃园市府在6号上午举办了2025桃园新春春联福袋及红包袋发表会。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说明，今年以蛇的谐音作为巧思，设计了蛇马龙顺、好运来2款春联组成吉祥话，祝福市民朋友虾米龙顺好运来。桃园市议会议长邱奕胜也肯定春联的含义，并希望市府能够善用今年的统筹分配款，建设大桃园和市民共好。再过3个礼拜就要过年，我想大家都非常期待新的春联，还有福袋，还有红包袋。今天呢，我们把新的春联、福袋、红包袋都拿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见面。那么今年的春联有2幅，一幅是虾米龙孙，那另外呢是好运来，但是我们加了一个小龙，因为蛇年嘛，所以是好运龙来。那么另外我们的福袋跟红包袋也是别具巧思，都是可以动的我想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会非常喜欢。那么从下礼拜1月13号开始，春联在我们所有市府服务的窗口，包括市府也好，区公所或是卫生所都可以领取。那么市民朋友喜欢的话，尽量来拿，我们会尽量的无限量供应谢谢。在这边跟我们张善政张市长一起来揭幕今年我们的挨家挨户都会张贴的这个新节的这个春节的这个春联，好运来我想好运来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而且来者不拒桃园更需要好运来我想统筹分配款已经30年没有调我们也希望这张春联能够给桃园带来更好的运气更多的财源来建设我们的大桃园在这边我们也跟市长跟我们市府的团队一起来祈许桃园台湾好运来。记者会现场也邀请了为今年春联操刀挥毫的2位书法家，向大家分享当初书写和设计字体的含义。尤其是第2幅春联好运来，其实还暗藏了小彩蛋，等待大家来发现。
这次的字特别融入蛇的图画元素在文字里面，那整体就是呈现一个蛇的曲线感，然后加入点画，让整个笔触更加的和顺流畅这样子。这一次的设计是由图像化来去做结合，传统书法。那左半边由非常有福气的蛇来取代原本的错字旁，完成这一幅好运来。对我们的一起的团队来去想到，就是说今年蛇年嘛，蛇年就是所谓的小龙，所以也是放一个小小的在这局部，所以代表好运龙来。不仅如此，今年的红包袋和福袋也充满亮点。除了延续春联题词和主题外，在红包袋方面设计了小机关，让民众可以手动调整祝福话。而福袋除了外形十分吉利外，滚动的1元硬币机关更象征钱财滚滚来，充满互动感的设计增添不少趣味性。主要整体的意象就是以一个金元宝造型来做呈现。那它一样是承接着好运来这个主题来去做承接。那比较有趣的就是机关，它就是可以滚动。那其实它就是象征的好运滚滚来跟财源滚滚来的意思。那它背面其实也是有转来好运，就是跟前面做一个承接起后。那也就是它这样在滚动的时候就很可爱，就是有一种金元宝财源滚滚来，就是给市民们朋友们一个新的一年的祝福。另外，市府和议会团队也现场挥毫，共同书写新年代表字。桃园市长张善政和桃园市议会副议长李小忠都十分迅速下笔，分别写下了顺和福字，希望新的一年桃园市政能够顺利，而市民朋友都能福气满满。我挑的这个顺的意思就是希望今年2025年，桃园市的市政什么样的市政都非常顺利。其实我刚当议员的时候。所有的那个晚年等等都是我自己亲手写的，对，所以我刚刚挑一个字叫福字哈，也希望我们蛇年福气龙来这样子。桃园市府表示，春联预计1月13号开始发放。第一张蛇马龙顺春联，民众可到市府部分第一线机关跟3个旅游服务中心索取；而第2张好运来春联，则将透过邻里系统分送，并配送到各个区公所提供民众索取。另外，金元宝造型的福袋，则将在春节期间，市长到各大公庙祈福参香时发放给市民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在金蛇年福气满载。记者李婷团报道。迎接蛇年到来，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发布新出炉的蛇福太极春联，祝福大家蛇年万事如意、平安幸福。从元月7日起，周1至周5上班时间，在市府1楼西侧服务台开放民众索取春联。另外，新北市29个区公所也欢迎民众就近前往索取。3、2、1，新北2025蛇年春联是蛇福太极。每年农历春节，新北市府推出的双语春联，因为都有好几个吉祥的寓意在，一直受到市民朋友的喜爱。2025迎接蛇年到来，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宣布今年的新北春联蛇福太极。我们今年的春联2025蛇福太极，国语可以说哈。蛇年福运满满，国泰民安，大吉大利，这是国语的语义哈。这里面希望是我们的蛇年，希望是旺的，所以蛇会土幸福，蛇土幸福，用我们的金边带动蛇土幸福。那我们的吉就是吉祥，也是钱，所以底下是圆滚滚的。钱滚钱，台语念法叫做蛇，台语叫做抓。福叫做福，泰呢赚，钱就是钱，的蛇就是赚有赚钱，赚钱赚有钱赚有赚，所以会不会练？我再练一次哈。赚有赚钱，赚钱赚有钱赚有赚。
蛇福太极春联是由19岁的新北青年书法家林于璇与设计师王景明合作创作。蛇福太来的台语有3种意思：专武探吉、探吉专武及专武探探大吉。怎么顺怎么念，选择自己喜欢的顺序来念，不同的念法都能够万事如意、探大吉。5个钱，然后呢，中间这一条这是蛇的土性。蛇的土性。其实市长就像古代的串钱呐。第二，都五福临门，5个就是五福临门，5个钱串起来，5钱就是5钱啦哈，串起来嘛哈，5探钱啊。串钱就是赚钱赚钱，9个5钱灯笼起义嘛哈，那个95足5钱啦，95钱的足5钱，95钱足5钱，又是灯笼又是喜气洋洋，所以你家张灯结彩啊，挂个9个灯笼，等于是这个9个灯笼里面，里面都是有5个钱，所以就足5钱。就5钱哦，好钱在哪里了？钱在这里啦，耶！我们今年一样是10块钱的硬币，会在我们的福袋内面。然后这边看得到的是用钱旋转交错旋转，组合成是一个全球的图案。是的，我们不只要在新北赚钱哦，要全球赚钱，所以我们这个是全球型的新台币10块钱，用10块钱来赚全球的钱。哇，我们新北赚钱，全球也赚大钱，好不好？蛇年福袋也同时亮相，这次的福袋设计采用新的立体3角造型，有别于以往的福袋，将福袋变成桌面或是书柜的喜庆摆饰，让蛇年更添喜气财气。福袋正面也以古代的钱串造型为设计发想，蛇串钱象征带钱来，蛇年赚钱串钱的寓意。5个钱币呢，也代表着5福临门的祝福意涵。专武探吉，探吉专武。新北春联自即日起，每周1到每周5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在各个区公所的服务台开放索取，数量有限，发完为止。莺歌区公所祝福乡亲。探吉专武，吉专武探。记者吕启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高雄市凤山区北门里活动中心附近一带，由于位处偏僻，加上空地多，经常有人喂食流浪犬，导致野狗聚集成群，不但常在夜晚嚎叫，更会窜入社区觅食咬坏物件，让附近的居民非常的担心。家中有小孩的住户也害怕会受到野狗的攻击。被抓获的野狗发出低吼，还不时嚎叫，显现出敌意。这里是高雄市凤山区北门里活动中心附近一带，由于位处偏僻，加上空地多，经常有人喂食流浪犬，导致野狗聚集成群，不但常在晚上嚎叫，更会窜入社区觅食咬坏物件，或是在路口乱窜，让附近居民非常担心。家中如果是有小孩子的住户，更担心会遭受攻击。暗时拢吠到吼，真正拢大家拢无法度困，然后搁甲阮的鸭仔夹甲规个，阮兜吼差不多10几箱鸭仔拢互伊夹歹去啊。野狗吼，伊搁拢袂惊人，搁足歹的，所以阮嘛惊讲伊若走来遮走惯势，是毋是连讲阮囡仔若走出来，伊也夹着，这是要安怎？这边巷口出去，马路也很大，那我们也很担心那些狗从外面那个出口窜出，会造成那个车祸伤亡。目前这个野狗是越生越多了，那相对之下就是一直长期以来就是有人在喂养，那这些喂养人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说我们这边是住宅区，那野狗其实他们的野性攻击性都特别的强，然后因为这些野狗的活动范围很广，他们可以到我们对面那个活动中心，然后右边是到我们博爱路那边，他们活动范围非常的广，然后我们旁边又有绿廊道，附近的住户又很多都在这里运动，那我们也会怕说这些野狗会攻击附近的住户，那我们也有拜托那个我们的动保处来协助我们抓这些狗回去结扎。虽然动保处接获通报与北门里里长合作捕捉浪犬，今年就已经拍案7次，但因有心民众的喂养，甚至将笼里的野狗私放，导致捕捉执行困难。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停止违法行为，后续也会协请环保局加强稽查。
有关凤山区北门里有浪犬聚集情形，动保处呼吁民众勿喂食影响环境清洁，遏止食源供应，避免浪犬群聚。针对不当喂养造成环境的脏恶行为，后续也会协请环保局来加强稽查。由于聚集的野狗相当有警觉性，繁殖也相当快，里长和在地居民都希望有心民众不要再喂养，让流浪犬能够赶快捕获，完成结扎之后开放认养，才是流浪犬最好的生命归处。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台铁高雄机场在今年通过都市计划，变更成为特文区。高雄市公务局规划将内部的货车工厂改建为亲子游乐园区。高雄市议员李雅静表示，计划为完整保留货车工厂的文史记忆，室内游戏场馆更常因为病毒的传播被迫封闭，认为市府规划欠缺考量。台铁高雄机场经过都市计划变更为特文区，高雄市政府公务局计划将内部占地15000平方公尺的旧货车工厂改建为亲子游乐园区，规划设置幼儿沙坑区、儿童游戏廊道，适合成年人的拳击区、滚球台、槌球场，还有全台唯一的 Pop Track 波浪道自行车练习场，共30项游乐设施，成为台湾最大的免费亲子游乐园区。在这边，我们定位成是一个全龄的游乐园区，不是只是给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而已。里面还有一些设施，像是跑酷，或者是那个攀岩的抱石哦。最近这种运动都是比较新兴而且比较少见的啊，这个是比较成人或者青少年都可以游玩的设施，在里面也都可以看得到。市议员李雅静则表示，台铁货车工厂是凤山富有历史记忆与台湾铁道文化底蕴的场所，可以运用新科技保留高雄在地轨道记忆，仅是变成亲子游乐园区附属展览区是相当可惜。如果透过 AR、VR 或者是现场的一些剧场表演，甚至我们留有一些，比如说移车平台啦，然后有一些轨道。可以去实作，让孩子们跟亲子就是有可以去互动，然后甚至让一些轨道迷、铁道迷他们可以来到现场，感觉就是身如其境的概念。那我觉得才有这个价值，才有这个意义。另外，李雅静也表示，室内游戏场所常因病毒或登革热传播，被迫关闭清洁消毒。没有仔细想过的政策，实在令人忧心。其实高雄做者登革热啦、肠病毒，其实拢伫高雄发生哦。那可能是气候的关系，有可能是纬度的关系。那你未来这个谁来经营管理？谁来去帮忙消毒？那如果遇到肠病毒的时候，好发期的那个区域的时候，这里是不是要闭园？有很多的原因，其实高雄市政府没有去彻底的去想过、盘点过。你硬要在这边花了市民的3亿的预算，然后去做一个亲子游乐园区，我觉得有欠考量啦。公园处说明，已在日前召开第1次说明会，若一切顺利，亲子游乐园区最快会在明年底后年初完工。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台南米街广安宫睽违72年，再度举办3朝建教送天师，上百个阵头参与，其中下临建安宫的3尊神明就穿戴了150两的黄金出巡。万福庵则是拿出100年的头旗和凉伞，各交陪进大车拼，要比比看哪一间最有诚意。台北大龙洞保安宫出动快木座驾，还会吞云吐雾，相当吸睛。保生大帝更佩戴4条80两的纯金条。米街广安宫送天师，各宫庙先变仙。下临建安宫恭请出有南霸天称号的中坛元帅，穿着金牌、金帽、金战甲等等，行头高达150两黄金，价格超过1500万。特别要敲在保大呢，就是要来保护咱的新尊啊，以及咱的金牌。开基灵佑宫也替玄天上帝打造全新金牌，县城隍庙则是请出童子爷公庆赞盛世，有2名学童装扮成童子爷公，向信众撒纪念小物，象征赐福。万福庵更拿出压箱宝，是具有100年历史的凉伞和头旗。找到这较早差不多100当前的迄个物件啊，所以讲要分享给大家，知影讲阮庙场有这个古物，
即个咱50当前的时阵吼，咱就有出这个东水爷，即个公安经的时阵，你给咱家大交陪吼。米街广安宫建庙超过300年，但上次建教与这次相隔72年。焦培进趁着这回一次还清，24顶神教上百组阵头，堪称府城年度最大可疑。因为咱有当着大娘嘛，所以一定爱做着，今仔日出足个人头出来，互阮感觉也无上的公营安尼。富城人就是重感情、重交陪、爱民主，所以每一遍上天水的时阵吼，拢会非常热烈。这边是双倍奉还啦，表面加大加大，安尼哦，系啊，计划就是种传统啊。一大早市区就有庙会热闹的锣鼓声，大街小巷也全是等着拜庙的阵头。预估破万人次参与的送天诗，虽然难免影响到交通，但也让更多人认识在地宗教信仰。记者周怀看的报道。2025台北灯节2月2号到16号将在台北西区正式登场。首场记者会揭晓主灯的造型，以蛇来运转为主题。策展人刘志良携手涂鸦艺术家阿奈，将主灯以缤纷的色彩和几何图案建构蛇身图腾，融合灯光的特效，增添趣味。台北灯节主灯揭幕，福蛇豆豆亮相。蛇身图腾色彩缤纷，身上的几何图案融合黑胶唱片、中山堂街头文化元素等，展现新旧融合的现代设计感。这是2025年台北灯节主灯造型，在首场记者会中亮相，别具匠心的创意与设计巧思，带来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我们是利用融合了我们街头叛逆的潮流的艺术的形态，好去穿越100年的文化，打造台北的新风华。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去打造了我们4大灯区。对，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4大灯区的一个布局。对，首先会来到我们的北门展区，在北门展区，今年会有我们的竞赛灯区，会有非常多民间的参赛者以及艺术家，还有工艺师共同去打造各具特色的灯组。那欢迎大家可以到北门我们的1号广场，还有我们北门广场来观赏这些特殊的灯组。那当然还有来自于我们国际友人带来美好祝福的友好灯区的灯组，它同时会为我们点亮整个台北的街头。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各个地区、各个城市的特色，它用不同的花灯的方式来展现一些特殊的记忆。对，那接着我们到中华路展区。中华路展区，我们就要非常谢谢非常多的友好赞助的这些厂商们，用各自的创意去打造了非常多的体感的艺术、光影的艺术，甚至还有很多所谓环保永续的议题的灯组，为我们一起去点亮整个中华路的灯区。当然还有包含到我们宫庙的灯组也在这边为大家一起来祈福。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门灯区的这部分，西门展区我们就相对的更为重要，因为我们这一次邀请了非常多的艺术家与我们共襄盛举。首先有来自我们国际的声音艺术家林强老师，还有包含到我们的折纸艺术家洪新富老师，以及我们最擅长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做纸雕的艺术家李新慧老师，还有包含到我们的图像艺术家齐梦涵、阿奈，还有我们的有一双巧手的编织艺术家李诗伟老师，还有我们在地的潮流艺术，包含到 Colasa、Bio， 还有布雷克这些引领年轻人潮流艺术的这些创作者一起共同的参与。当然，我们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就是来自于我们日本国际的跨界艺术家 Teru， 他本身也是日本天团的主唱，同时跨界作为一个艺术创作，他这次也参与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创作的合作。对，那当然包含到我们在西本院士打造了一个非常大的祈福灯区。这个祈福灯区呢，我们欢迎大家提着我们的灯笼或者是小提灯到这边写下祈福的心愿，为来年做一个最新的一个祈福的意向。那我们的再来是我们的重点主灯区的部分。今年的主灯坐落在中山堂的广场，从2月2号开始，一直到2月16日，为期15天，每天晚上定时定点的做出展演。我们的主灯这一次用非常喜气的造型去结合了我们所谓的祈福的意象，所以我们叫做福蛇豆豆这个名字，它也是相当的充满了一个童趣的氛围。那这一次我们有别以往的，我们突破了传统的造型，
用更为逗趣、更为潮流的形态，甚至包含到了街头潮流图像艺术，共同打造。然后每天晚上，我们除了它会360度旋转之外，我们还存在了非常多的机械的动态，我们会抬头、张嘴、吐舌头，以及非常多的一些舞台特效都融合在其中。看到这一次的主灯设计灵感非常的缤纷跟七彩，那也就是去致敬我们街头的艺术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很多的元素哦，可以看到这个具有历史悠久的红楼，然后还有我们象征台北的北门，然后以及呢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个音乐的元素，有我们的黑胶，然后呢还有在彩虹大道上面溜滑板的年轻人，以及在这边跳舞的年轻人哦。所以用这样子有图腾涂鸦的艺术，然后去融合我们古今中外的元素。今年台北灯节规划4大展区，包含主灯区、西门展区、中华路展区及北门展区。活动将在1月24号率先点亮城市光廊，邀请大家一起来台北，感受丰厚文化底蕴与潮流能量交织的城市节庆氛围。那这个主灯，我们今年也换了一个地方，我们会放在中山堂。那中山堂那个广场其实蛮适合一个主灯的呈现，所以是去年我们在希望能够比较长期在西门町中华路这一带之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地点上面一个调整，但是我们一样会有4大灯区，除了主灯区、西门灯区、北门灯区，还有中华路灯区4个灯区。那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品牌，其实去年我们都看到大家都发挥很多自己的创意哦。所以很多我们其实民间所发动的这些大家很喜欢的灯组，我相信今年一样会让大家都流连忘返。我们当然都叫西门町商圈，但涵括了好几个组织。那我们也希望这次可以透过台北灯节，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商圈一起来加入，让西门町这个整个的中华路一带成为大家最喜欢的观光的景点。去年来参观的人次是有574万人次，那我们期待这个今年当然在我们策展人还有各位灯艺师的努力之下，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展区所以我们期待能够超越去年的574万人次，那并且能够带给周边商圈以及台北市的各大景点都有丰富的收入。因为中山堂是台北市有名的历史地标，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么多包括我们的主灯是非常精心设计的，那期望民众到这个中山堂主灯区来赏灯的时候，也能够同时欣赏中山堂的美，让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创新跟历史能够共融，给大家一个新的赏灯的体验。今年灯节也有多个企业、公庙及商圈、学校共同响应，公司协力让台北灯节更加丰富精彩。其中中嘉宽屏也共襄盛举，届时会有灯区布置，欢迎大家来西区共赏。记者翁宇俊台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